同心逐夢灣區好生活粵港澳網絡名人助力達千萬主題風活動正式啟動，打卡紅木文化新地標。紅博城位於中國紅木家具產業之都，全國首個紅木文商旅綜合體，5A 級團隊匠心規劃300畝園區，80萬平方米宏偉建築，融合4大傳統風格，小天壇、紅崖洞夜景絕美，100家紅木旗艦店匯聚29種國標紅木，1000間工藝館藏盡雕刻絕技，文化論壇大師館加持，一站式暢遊紅木藝術殿堂。嗱，又翻到嚟呢間平靚正、性價比高嘅餐廳。中山必打卡的園林餐廳，尖丸家宴承襲中式雅韻，荔枝木燒鵝酥到掉渣，鹽焗雞香透骨，還有蝦球、魚球等10餘道特色菜，上景品鮮，一站到位。60歲以上生日朋友可還有驚喜。上條視頻已介紹過尖丸和慈恩女民宿。呢度咧一年咧就有8棟嘅。上次我過到嚟咧係夜晚黑啊嘛，所以咧不能夠太過呈現得俾大家睇。咁所以咧今日咧就特登就再嚟到咧去為大家送上呢個咧美景啦。菠蘿瓜。嗱，後邊咧就係咧中神灣菠蘿地方，咁啊後邊咧我就係呢個咧就係介紹啦，咁啊大家睇下，哇100萬好團揸住。神灣菠蘿非遺園3認證農產基地，神溪村聯手打造，享美味菠蘿，體驗種植，非遺加文旅超有趣。嗱，我哋而家咧落到嚟田度咧，係啦，感受下個菠蘿嘅種植。好，唔該。這個還可以隨便隨哇，厲害啊！哇，好吃，咁樣嚼噶啦！哇，真係好食喎！嗰個中山菠蘿咧，原來係咁鬼好食嘅。1911年菠蘿，青菠蘿，15年，中山菠蘿好食。吳某文匯茶世界來襲，作為全國首個茶文化精品社區，5000平方匯聚多元體驗，在茶空間沉浸茶香，於藝術勾感受創意，古典詩詞茶飲點亮舌尖，文化音樂活動輪番上演，品味悠閒時光。廣東最美鄉村崖口村，深港隔海相望，稻田花海美，四季風光，海鮮民宿，網紅打卡絕佳地，是港澳朋友文旅休閒好去處。哇！上到嚟睇咧，仲靚啊！嗱，呢個日落咧真係非常正。嗱，如果咧情侶嚟咧就最啱噶啦，鼓勵多啲香港嘅年輕人。哇！大家睇下，拍拖聖地啊，或者唔係拍拖嘅話，追女仔聖地都得啊！記住你。崖口村的晚上非常美，高 Sir 衷心感謝大會授予美麗中山探城種草官，感謝工作人員的辛勞，我將會向世界講好中山故事，傳播中山文旅的魅力。